原来楚江河妖怪就是这匹马，正是。出马无悔是辛苦，红欢舞尽意奇，出马恰是跑千里，出征沙场，出征沙场做相遇。外塞淡色两人行，本水立刻走两平，红帐烈马相依哩，摇滚多多，摇滚多多，随群行。多谢万岁。二哥吼，为着我唔捌你，差一丝仔就去误着你的大事呢。较紧嘞，较紧嘞，较紧嘞！是误着我什么大事？啊，就吼。大志兴起啊，互我讲啦。煞唔知即马吼，迄西凉国行动大兵来攻打玉门关，啊，即马苏良甲魏武挂帅，咧招新兵要去征西呢。小弟啊，你逐日伫咧练武哦，即马就是你出身的机会，啊，你啊，对，换我啦。对，老细啊，你著赶紧去投军，今仔日吼是最后一天呢。啊？是你？原来是四门赛。你也要投军是？是，请二位元帅收下。哼，若毋是为着四平贵，表弟，你从早就甲宝钏成亲。哼，我拄好利用这个机会替表弟报仇。四门赛，本帅入去就为你加添一个名额，有10打大茶8刀米。会用做你安家费用啊！多谢苏元帅。大车，元帅，楚江河都伫咧闹妖怪，害人不浅。听讲四平贵不义不管，哼，明日先去楚江河收妖怪了后，再来洛阳修河啊。这要哪会用着？太危险了。你敢敢去？有何敢？是为啥？楚江河妖怪十分的厉害，大顺良田武术。假使若是有人接近伊，一定会被伊踢死。你千万就唔通冒这个风险啊！多谢苏元帅你的忠告。除妖，伊来是为民除害。你来咧，小根本就无相信世上确实有妖怪，所以我要看一个究竟。
乃是你应得做事，可帮你将坏爹娘必定成功。讲到你这个查某囡仔哦，实在愈来愈唔捌礼数。这么踮商会内面，你也咧大声细声话？就是嘛，小家主是不如大家奴。你是商会内面的查某干呢，敢讲礼数这你也唔捌？夫人啊，大小姐、二小姐，唔是我厝内咧放肆啦，是因为吼，这件代志哦，实在足欢喜的呢。什么代志是？啊，煞唔知影讲吼，迄楚康河吼有出一只妖怪，迄妖怪哦。哎呦，好啊喏，这款代志阮早就知影，敢着搁轮到你讲去？啊，不过现在迄个妖怪吼，已经互一个人甲伊收服起来呢。迄个人吼，听讲是号做四平贵，安尼就是咱三姑爷嘛。哎呦，伊迄款人敢有法度收妖？春兰呐，我看敢是你听唔对，敢是草江湖内面迄个妖怪食一个人，迄个人叫做四平贵哦。银川呐，安尼啊？四平贵是甲你什么冤仇？你哪会这么怨恨呢？甚至讲这款话伫咧咒骂伊？我，林妹，四妹使会当收妖，因为讲是替百姓除害，而且佫建立一件大功劳，咱毋都爱替三妹欢喜，毋则对？哼，你哦，心肠就是这么矮啦，若看人出头，呀你就嫉妒啦。恁三姐妹拢是为娘亲生的查某囝，应该毋都爱互相敬爱。以后你就爱甲恁大姊小学一下，有听到？安尼啊，你是会足偏心的啦，当代志都拢要怪我。其实我也毋是安尼想啊，我只是无法度相信讲，他像四平贵迄款人，敢才是有法度收妖。嘿，人这吼是千辛万苦的呢，人迄规家仔路的人吼，大家拢嘛安尼伫讲。当然只要有一个人造谣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这款代志就自然会传出去。如果若讲真是有这个代志，你想，咱会唔知影心？有道是后门深似海，咱深机相护，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，你哪会当知影呢？哦，春兰啊，四平贵收妖的代志，你探听了后，是有搁讲什么事？你紧甲我讲。是，我吼是听到家下人伫咧讲啦，讲什么吼三姑爷伊是奉吼大姑爷甲二姑爷的命令去收妖的，结果吼迄个妖怪吼真正有三姑爷甲伊收起来呢。原来吼伊是变做一只足大只的马，讲什么是叫做红山灵马啦。安尼啊，我都甲你讲过啊，我绝对袂去乌白用唔对的。这款代志吼，绝对无可靠。咱四平贵只不过收一只6块马仔尔嘛。你敢来讲呢？喂，你唔通遮尔啊早就下断语。安娘，既然甲是苏良甲魏好派四妹赛去，听来因两个若是回复，是真是假，自然就会当知影。哼！四妹婿，原来楚江湖的妖怪就是这匹马，正是。出马无悔是辛苦，红冠舞真意气，出马枪。
谢元帅。元帅，四片贵武的高强，如果收服肮脏人马，你命伊做校官督府，安尼敢袂伤过委屈你？哦，也安尼，以你之见，以我之见，哼，如果若是要重用着四片贵，不如命伊做马前先锋。有道理。是元帅，本帅就命你为做马前的先锋官。遵命。你还赶紧倒转去四别三小姐，明仔载大军一透早就要起练。遵命。四片贵，你是我马前先锋好做事。以西凉大军交战之时，本帅派援兵予你，予你4点反兵之中。